后来来自北部甲南部有交的好朋友到嘉义东石的白水湖受岛去拍微电影，可能是伤过专心咯，无注意到中大水。当发现的时阵，已经无退路了。上尾也是这个海巡甲渔民联手，甲9个人救上岸，有惊无险。白仔顶这人手提这粒的器材，拢真适宜轮流上岸，因为几分钟前拢吊伫沙坡顶，真惊险。这片离环沙坡是离嘉义县的受岛，中水的时路淹过，退水的时会阁看到路有台版模式分海外号，就是遇到这美景，一行9个人为外地来这里拍微电影，想要到3翕4翕，翕到无路通停。在寿桃海底沙滩，有9名民众因海水涨潮受困，请求救援。海巡人员获报后，立即联系友好渔民，搭乘渔船前往救援。有事先看过中水时间，也过就是伤过专心，想要到海水已经将路淹过啊。民众如到海域从事水上相关活动，若发生危难情势急需救助，皆可透过118免费服务专线请求协助。刚才买手海巡甲渔民做将这人拢救上岸，这9个人拢无啥要紧。提醒乡亲，你若去海边啊佚佗，一定要注意中水的时间，千万唔通大意，以免发生意外。